有一点害怕，可能自己在家里多做一点，就比较不会买外面的。食安问题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毕竟吃是一个要很讲究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手边当中，大概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干香菇，或者是干的小鱼干，甚至有一些柴鱼片等等。那利用这些原物料的食材，其实就可以去做干燥，然后成磨粉。那这些就可以代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化学添加物品。那自然相对的，你的食安问题就会尽量的去减低它的风险。那辣椒的话，其实也是，我想辣油毕竟是从生辣椒去提炼出来，那我们自己炼其实也更安心、更安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段时间，大家苏丹红所带来的食安疑虑啊，其实我们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在源头管理，所有进口的这个调味剂的原料都必须要严格审查，而且获得了相关第三方公证单位或是政府单位的一个安全认证。这第二个，对于通路商跟这个末端的餐饮业者以及这个大卖场，我们也要求他们要自主食安管理，所以他们可以要张贴不含苏丹红的这个食安标章。卫生单位跟市府也会不定期的密集的去加以检验。第3个部分，我们也鼓励在学校的营养午餐厨房以及所有业者可以自行使用天然的这个调味料的原料来自己制作辣椒酱或制作这个天然的酱，所以用这样的3管齐下来，希望民众解除民众的一个食安疑虑。因为眼见为凭，自己做的自己一定放心。那不是每个人都是食安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作为美食大厨，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能够把这个食安放在心上。食安从自己做开始，从食安认证开始。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4月8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带动台南市的国际观光，在去年台南开始有直航到日本仙台以及越南的包机。今年伫清明节连假，台南机场再次迎接台南到泰国包机直航，总共有188位游客到台南来旅游。市长黄伟哲除了带领旅游业者到场迎接，需要也坐上首航的回程包机，前往泰国推动两市的观光。台南市长黄伟哲伫春假连续假期的头一天，伫民意代表甲观光旅游业者的陪同，一早起7点外，就迎来泰国188位的贵宾到台南旅游，除了一一献花，同时嘛致敬首航的纪念礼。让每一位贵宾备受祝福。今天很高兴欢喜迎接来自泰国的贵客，总共有188位，满载的飞机载了这么多泰国的客人来到台南观光。预计在未来5天，4号到8号，也就是在我们春假的期间，来台南饱览我们台南的风土人情，品尝我们台南的美食。基本上泰国也是一个观光大国，清迈也是一个观光大城，所以台南跟清迈有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在观光以及旅游的发展上，以及在一些农业与农特产品的发展上，都有很好的交流的机会。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来迎接来自清迈的以及泰国的所有的观光客，那他也会给我们很好的建议。那所以让我们让他们这个吃得饱饱，让我们也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能够跟泰方做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民外交。市长表示，会促成泰国甲台南的包机直航，除了感谢泰国狮子航空、燕府旅行社、甲台南市旅行同业工会大力的协助，市长除了欢迎泰国的贵宾到台南观光、品尝美食以外，因为泰国本身嘛是观光的大国。
希望台南甲泰国的包机直航，不但会用早来城市的交流，接煞市长黄伟哲嘛坐上首航的飞艇，到泰国的清迈拓展国民的外交。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今年受到气候影响，造成玉井山野树，毋是未开花，就是未结籽。伫当地果农真情之下，立委陈天辉邀请农业部南下实地会勘，希望会当依照天然灾害补助。对此，农业部长回应，将会等到4月中下旬较稳定以后，才来做农损公告。玉井是山野的故乡，不过今年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山野树开花结果并无理想。伫个玉井区斗六部落，这规山片的山野树，看会出来大部分拢已经发生芽。果农表示，发生芽就代表未去开花，就算有开花，因为无授粉，不但生袂大，大部分佫拢是空包蛋。农民表示，无收成，恐惊会大了本。伊今年伊的气候的影响第一就是讲无开花，第二有开花煞变空包蛋，开花率佫差不多伫迄个3成、4成，安尼，所以结果率总面积起来，我看无伫迄个3成啦，结果率啊，所以即摆今年煞变做安尼呢，煞规个迄个芒果的产期煞拢拄啊乱去啦，为正好的早期有调差不多伫咧1成2成，即摆到伫咧中期就佫歹啊，到较晚花完全就拢像这，拢像即种迄落，人讲因讲无，这就是温差拢10度以上啦。而且做事就阮经营山野就是讲，你整年拢安尼投资落来。到尽已经拢成本啦、肥料啦、农药啊，拢投资下去啊，所以无像讲工厂讲你迄落无订单会当减产，咱就停挂，卖生产。这山野无法度已经成本拢下落啊，无法度通去迄落要损失足严重，就是安尼今年。对此，农民透过立委陈天辉来订正，立委邀请经济委员会。农业部长南下来会勘，希望会用帮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的补助。现在因为咱玉井的山野，都是因为目前虽然过去咱看有4成花，可是现在还不准，4月份才是开始有一个大的状况，所以今天特别邀我们的部长下来，嘛看到开始今嘛做者空炮弹，花的状况嘛已经无理想，但是4月中旬就会开始清查。我们部长有时候就开始清查，安尼较稳定了对此，农业部长陈俊基回应，今年山野的花期确实受到天气的温度影响，但因为各地有差异性，农业部会以大范围来调查，大约4月中下旬，结果较稳定以后，佮再做农损的公告。今年的芒果，因为在整个的开花的期间，就是因为温度本身的不稳定性，包括温差的部分，然后包括一些温度的，最主要是温度的部分让它开花的整齐度跟它的那个花况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不同的地区，像台南地区，它不同的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性，而特别是芒果的花，它不是说每一朵花都需要结果，它可能1岁里面大概会留1个果跟2个果。那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些小果很有可能以后会掉，所以现在看并不是那么准。所以我们等到大概4月中下旬的时候来看的时候，那样子的话就会看到一个普遍性，因为天然灾害救助的一个公告是需要那个地区、那个乡镇的普遍性那我们同仁其实每一天，我们台南区农业改良场每一天都会在这边去了解它的一个花况。那我们希望说，如果说它持续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而达到一个一定的一个面积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公告。所以大概最佳的时间点，大概4月中下旬的时候。唔定山野今年连奶子营养拢同款，立委表示，虽然东山的奶子营养拢已经有农损的公告。未来经济委员会嘛将收集山野受损的资料，大约1-2礼拜内
报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来处理。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红球计划日前伫台南展开历史街区的艺术行动，最后一天伫大南门城吸引未少的民众前往翕相拍卡。文化局表示，伫10天的展期内面，吸引超过10万人来旅游欣赏。红球计划第10天伫台南大南门城，民众拢把握最后的机会来到现场互动。当中台南社区大学的学员嘛以油菜花方式向大家展示特别追求过程。那我们用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绘画、跟我们的精神，为台南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回忆。随着展出的时间结束，艺术家把红球拖出去城外消防线线装修，民众纷纷对红球 say goodbye。对着伫台南举办，波斯克认为相当成功，嘛希望会当再次回来台湾。I mean, it's been very successful project. The audience has been really unprecedented here, so I feel very good about it. I have a great impression of it. Yeah, no, it's been fantastic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great to see the reception for the project here. I really enjoyed it, and I feel like Taiwan has really embraced what Red Ball is about. 红球行过台南的在所在，吸引将近10万人来拍卡翕相。虽然伫新化发生球破去的意外，不过有缘带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的古迹含浪坑人文风景。市民朋友们他可能去了比如台南公园或者大南门，其实是他很久没有在去的地方那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引发本来对这些历史街区古迹没有这么经常性的造访的朋友，可以再度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行动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的一个想法。红球每天充气加消防，就参像是日常生活。期待未来历史环境会当甲艺术继续互动，互台南有无同款的18年。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农历3月初3是西来安5福大地圣诞，这段期间，全台西来安拢会举办一系列的祝寿活动，同时为了照顾境内弱势族群，特别举办红包捐助的活动，对象是北区4里的弱势家庭。西来安5福大地圣诞期间，庙方除了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虔诚庆祝新年生，同时也无白给你做公益，结合西来安每一位干部，大家出钱出力，共同办理弱势户红包捐助的活动，而且今年更扩大关怀到境内4里的弱势家庭。北区大河里、大丰里、大港里、甲县北里，这4里的这个中低甲低收入户。这个红包的发放安尼，因为是讲景气也真歹，阮本庙就是讲秉着这个慈悲的心，做会到的，互咱这个里内或者会较会当加减，一个补助安尼，所以这是阮本庙一种的这个善心安尼。西来安的弱势红包发送已经持续多年举办，无问回报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肯定。北区区长潘宝树也代表市长黄伟泰前来致敬感谢状，表扬庙方的善行义举。西来安咱伫个咱的新明西进前来做功德啦咱针对周遭的里啦总共互咱的家附近中低户发给1500啦低收入户2000的一个慰问金啦来受惠咱这附近的里民啦嘛，这非常的感谢。今仔我代表着黄伟哲市长来颁发这个感谢状啦感谢咱西来安每年啦伫个咱的新明西进前拢来做这款的功德来回馈给我们的里民。咱境内包括咱大河、大港、大丰、县北里的家属里中家属里拢有一个慰助金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咱的新民的这个关心甲关怀嘛，祝咱所有弱势朋友伫新的一年都会当真平安。那再一次感谢咱西来安咱的展当署长、我们的肖荣玉董事长，还有所有董监事大家的爱心。詹正义表示，西来安为伫咧北区大港寮，只要是能力所及的部分，拢会来帮助境内弱势家庭。伊发扬西来安5福大地慈悲关怀。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
台南关会中心会考存量已经无到7天的安全库存，加上日前花莲大地震，会议需求量来增加，所以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结合几个爱心企业，联合伫个树顶武庙边仔举办公益关怀活动，现场准备烘烟钱、竹仔袋甲冰淇淋，用这款的新创意，希望会当去引民众踊跃关怀。伫台湾树顶武庙庙边传来烘烟钱香味，但这并不是要卖，而是要请前来关怀民众。不止烘烟钱，现场还有冰淇淋以及拍纸台，还有请来名理大师陈宇航来为关怀民众服务，用无同的创意，希望会当吸引到更多民众踊跃关怀。觉得什么样组合很特别？有香肠配冰淇淋，然后一些赠品。我有当过消防员。我们这次送的礼物也比较特别，有送牛肉汤，也就是说血捐完可以去补个血一样。然后我们这次还有送船票，乌山头水库的，然后还有江南度假村的门票，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可以一起共襄盛举。举办迈入第2届武庙日会爱在台南公益关怀活动，是由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协同树顶武庙，并结合宜德家国际地产、大唐公司、台南市商业总会、台南市五城中心会、云林科后普明市等侪间企业团体合作举办，希望会当发挥抛砖引玉效果，共同来募集日会。台湾4.5庙、宜德家国际地展事业，还有我们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一起共同主办号召了我们在地的企业，还有我们的许志村议员服务处这一边，来继续的办公益捐血活动。也希望这一次能达到单车250袋以上。感谢这个吴理事长咱赞助，这算做第2次啦。种话迄阵头一遍较无经验，即摆第2遍较知影啦，嘿啦。所以这个应该是办的会较成功啦。我们现在很缺血，对不对？大家假如能够共襄盛举的话，我相信今天所举办的活动，还有我们很多的协办单位相信大家都会很有爱心，也很高兴。捐血一袋救人一命，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口号。那大家也要不管是喊口号，或者是真的要自己实际行动站出来。现场除了有食嘛有通耍，主办单位还有准备武庙文创商品要来销售，同时还有配合市府天狗力以及市警局防范宣导、活泼趣味活动安排，也互这次关怀活动总共募得268袋日货，破了往年的纪录。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嘉义小龙文化园区今年举办儿童艺术节。甲在地寺庙金东殿合作，规划顶头体验的活动，互囡仔穿上夜光灯的服装，了解台湾的信仰文化。家长帮囡仔换衫，身躯顶穿的是夜光灯心动的服装，平常时伫乡口绕境报名才会当穿。不过小人文化园区趁着儿童节连假，跟金东殿合作，提供杂志衫，让囡仔认捌在地家庭文化。之前有看过蜈蚣针，我们有检查过。在那个牙缸那个会保庇，新名会保庇。早期专门溪流溪周边，定定会做大水，溪流改道。这款现象地方叫做青梅蛇，相传牙缸会震刷。所以，伫西港、麻豆、客家、小人、坎土城乡，拢会当看到夜光灯行伫头前辟邪。其中，金东殿的夜光灯有201.8公尺，互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上长的，是由108名天宫地刷所组成。阮的王爷指示讲爱装天宫地刷，较有够力，而且这天宫地刷是先天的。就是迄个封神榜内底封神的108个天宫地刷，即摆囡仔装做天宫地刷的板，然后坐伫迄个夜光屏顶悬，安尼来压迄个刷较有够力。台南义政馆里面呢，有一些像是在地宫庙文化、12婆解阵，
还有一些像是家酱的我们在地的镇头文化，那就是希望民众可以来我们现场，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佳里区在地的镇头。各地庙宇拢有无同的特色，小人文化园区除了有定水式的家庭展演空间，未来嘛会来办理无同形态的体验活动，让较侪人了解传统信仰文化。今日是马所发的采访报道。高雄旧区塘车站附近的中型街市场，有一间无招牌面店，独家油葱肉臊面已经卖了30档，是在地人真介意的市场美食，连市员也是老顾客。因为无店名，大家就加这间店叫做旧区塘阿婆面。走进店内，切些卤菜，点一碗大干面，再来碗清汤。这是这间位在九曲塘中心街市场内的阿婆面店标准套组。这一碗铺满了一圈肉燥的干面，充满了古早味的味道，看起来相当的诱人。均匀搅拌后，再配上独门辣酱，真的是相当的美味。大麻酱干面，然后卤味，然后清汤。30几年了，差不多32有了吧。大部分大家都点麻酱面，要不然就是龟啊，大树的龟啊很好吃。骨呢，我们这个都是大骨，我们这个是真的都一整桶的。等一下还会再换，现在倒骨汤我赶快，有的人都特地要来喝这一碗汤。可以看到这间面店并没有招牌，但每到用餐时间就满满都是人。虽然没有店名，但是还是许多人闻香而来。久而久之，每个人都称呼这间面店叫九曲塘阿婆面，是在地人与饕客所爱的市场小吃。就连高雄市议员每到周边洽公，也要来这边吃上一碗面。哇，这个面单真正口味够好，古早味的。我若有走摊来到这，我拢会停来，来卤了就是切豆皮、豆干、大肠头、猪头皮啊，这是我感觉上好食的卤菜啊。麻酱干面。若配清汤就够好，若搁加一个偏食汤，搁愈好。一碗满满的干面，再配上一碗清汤，只需要铜板价，生意相当的好。老板娘的手完全停不下来。有许多在地人吃阿婆面，从小吃到大，但就像是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老婆饼里面也没有老婆。虽然被叫做阿婆面，但是初代的阿婆已经退休了，现在是由第2代来接棒。以前是阿婆在煮，现在他们是传宗下一代了。阿婆现在没有在煮面了，因为我已经37了，从我小时候就有了，所以这已经30几年了。嫁过来是公公婆婆在弄，我一开始我是帮忙。对。中心街市场就位在九曲塘车站附近，有来到高雄大树游玩的游客，不妨来到市场内品尝这间已经延续30年的九曲塘阿婆面。记者孙军、刘伟霆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